做菜。好嘞。你现在干嘛？你别笑。你不是叫我做菜吗？哎呦我的妈！把口罩戴上，赶集市了。哎，怎么有白的有黑的？白的是日用的，黑的是夜用的。你真是个人才哦。没油了，怎么办？我去买油。你买的什么油啊？花生油啊。帮我拿个夹子来。爸，你这里怎么长了个疮啊？我给你涂点药膏吧。你给我擦的什么药膏？痔疮膏啊。你照像精神病似的。